嚟到語前情景教學法嘅第3個步驟，就係建立社交互動。社交習慣有助於小朋友感到安心，同埋了解自己喺互動當中嘅角色，從而增強溝通。我哋可以透過建立互動常規嘅遊戲，例如捉迷藏等等。呢啲涉及輪流同埋可預測順序嘅遊戲，都可以令小朋友能夠預測佢哋自己嘅反應，從中學習喺遊戲中唔同嘅角色。小朋友亦都可以透過呢啲重複性高嘅活動喺入面練習回應。加上呢啲互動常規嘅遊戲都有一致嘅口令同埋手勢，可以幫助小朋友更加輕鬆咁樣理解同埋參與遊戲。適用於冇接觸過建立有互動常規遊戲嘅小朋友。經常玩或者唱歌，當小朋友重複聽到相同嘅歌曲或者遊戲嘅時候，佢哋學識預測跟住落嚟會發生乜嘢事。當大人等小朋友玩歌曲或者遊戲接龍嘅時候，又或者當小朋友明顯等待大人完成落去嘅時候，咁樣就係一個吸引小朋友參與輪流嘅第一步啦。搖搖頭啊，搖搖頭，揈下揈下手，拍拍腿啊，拍拍腿，扭一扭下腰。同小朋友玩重複性或者可預測性嘅遊戲，例如捉迷藏。當小朋友已經熟悉玩有社交互動常規嘅遊戲嘅時候，大人可以嘗試突然中斷遊戲，等小朋友做出出奇嘅反應。